有今日我要講嘅經叫做失敗嘅經。這條失敗嘅經，佛講給翁公聽，安尼一日一個翁公半暝落來了，問翁公，My Lord，都攏貼白給人知，人眾生安怎樣才來失敗？所以頭一項佛講 ，easily known is the progressive one, easily known is the declining one. A lover of the Dharma is the progressive one. A hater of the Dharma is the declining one. 這我貼，我翻譯。現在現在，絕對是進敗，絕對是失敗嘅。進敗嘅眾生，伊真正愛聽經，聽經了，伊愛對。這個款，一時一進步，一時一出世就快樂。伊無下面伊面無屈啲這個死嘅苦所在。我是何款嘅人，真正研佛經。你若是講做好來去聽經，切，我唔係去聽。你人小嘅人自己講會記經對下面啊，無影無跡。這個就是叫做。Hater of the Dharma， 研佛經無愛聽，即個若是無愛聽研佛經嘅人，有得講啊，是早甲晚是真做失敗。即個咱要看一個人，若是講伊真正受佛經，伊要聽，伊要保持，伊要受戒，伊要戒善。伊知講人總是對因果果來，若是會伊知講因果果，伊會分開，啥物是叫做道德，啥物無道德，所以伊若是知安尼後，了伊個會研究個對，要訓練伊照對，毋敢做只惡嘅物件。這個人是一時一直快樂，一時伊直見啥物見力團了。若是無相信佛經嘅人，是咬着這個下見上個第一參嘅下見就是講啊，死了無半項，無因果。這個就是講到安尼款嘅人，伊啥物不敢做，就做落去，有影因果對伊條伊毋知。了因果你人捌聽正過我講，因果啊是無幫煞咱嘅，伊真正無情嘅人。這個因果若是講咱做好，伊應該鬥下手；咱若是做惡，佢教嘅是你啲大好大下面嘅事，伊若是搞解你抄因果說，伊拖你落去。即種真正濟有誒爸母啊，即係較查某囝是講伊個後生來聽經了後，對時去講，也是佚佗綴來聽。有誒爸母講，哎呀，即個你要教我食鹽較濟過你食米，你通那個教我做好下面物件，毋使，即個物件，就是我家己講安尼，互只老人聽看，毋通安尼講做物件。你看，前下句我講一條故事，三兄弟啊，聽經迄條是不大占聲，咱這釋迦牟尼佛就占聲有智嘅時，伊人漸漸去聽經了去布施嘅時，逐過愛你爸母，這三個囝是真正有效，愛互爸母知講者，阿爸阿媽我人布施，貪阿爸阿媽一份，切，這個物件我無貪，你人去做，了買來賣，啥物事你自己講就開這個鐳光鐳。所以這個叫做 hater of the Dharma。And then 有一日，個人做一件事，and 你這個叫人家厝到日冧呀，暗暝起大風，這個厝就倒落去跌死五個的。了就回想啲之前，看到這個三個兩個後生，一個查某囝，一個坐橋，一個坐馬。了伊這個查某囝就坐這個馬車坐着做翁公，and then 跪這個回想看到後尾加個嘛做餓鬼，餓鬼不要緊，一人抓一個鐵腿，
佢咧行後面咧確咧頭殼，確咧頭殼流血咧，即係二啦，隻，他頂冇行頭前，大部人確伊，他頂大部人行頭前冇確伊來食，你食我血，我食你血。安尼五鬼嘅貓隻是血啦、痰啦、偏啦、屎啦、尿啦，伊人是對無做好、無做這個保濕、無穩、無 merit， 要伊人所食嘅物件，咁了是這個物件啦。所以這條經是佛本身講嘅，伊講這你相信。我來我要講這條經，真正來咯，這條經是蝦米事？這個五鬼。伊出世了後，做五鬼，伊會知講過一世伊要去倒落。咱人來出世，唔知前世倒落。這個若是出世做五鬼，哎呀，我前世就追來。แล้ว這個五鬼伊個心動啦，伊有心動啊，後面伊看到後個個鬼日伊要死了，要落地獄，伊看到。這條經本是咱嘅佛講何，到底這個日台灣啊啱嘅。佛阿未來出世有一個好嘅人嘅伊拉加扎，這伊拉加扎到底印度是一個實體millionaire來，但係這個 millionaire 啊，伊真正無愛相信這講藝術啊咩，伊真正反對，真正咕嚕咕，上擺你在伊人起嘅這花卉，人做嘅這拉，伊拉派，安尼蝦米事？開這類，啲開類這 garden 就要做啦，要打草啦，要刮草啦，要花這花長就要 trim 啦，要教佢較低啦，個農莊開類，伊這個農莊伊幫實唔買做，買做唔要緊，佢食土伊無好。安伊搭過食物件，伊收起來會放門，無互人看。出世嘅時，出世佇印度大沙坡 desert， 印度嘅沙坡無像咱這邊嘅，這印度嘅沙坡是水白球球，攏總是沙。咱有500個牛車，伊人就出入口上做生意，過迄個沙坡半暝嘅時。了半暝後，到咧沙坡嘅時，伊人停了大啲一個所在，看到安怎就無掂一個人啲口，咱一個無落做生意人看到一個五鬼啲口，要挖去問，所以一個五鬼講啊，55年了，我住佇這邊55年，我唔捌飲着一滴水，唔捌食着一粒飯，我腰甲未曉講。我嘅人大伙是真正濟，我嘅機器甲蝦米是用這泥地底，所以真正我真正好食，但係因為我真正真正做事唔捌做到一點好，今日我來出世做五鬼住喺這邊，咱我係今日愛教路人講淡薄話。這個意思是啥物？這個五鬼愛講經互人聽，因為伊想講一個經了啊，伊會得到淡薄功德。所以講，我有 something 要甲路人講，路人大人 ，I have something excellent to tell you all。要緊，路人唔通做着蝦米惡，逃避，還是要公開做，唔通。到做落去，伊講你。我啲天頂，還是飲啲水底，還是爬去大山亂走。冚咩要緊 respect father mother， 正後爸母。出家人一邊都捌冚咩保事，到啲出來咧聽數阿伯阿姐，你就愛有禮貌。即粒 charity。保持大量是唔是講，這是真實，是咱做人嘅責任就要做。若是咱有做落去，咱有 security， 有啥穩心，未落一個考嘅所在。像我今日，因為我無做到半點好，我攤下來落伫這個，我教路人
แต่กูว่าหลังตัวที่จะเรียกโกกุยสอใจว่าหลังไอ้ก้องจิกุว่า as the withholding so the loss and what the จะจิว่าโบกว่าหังว่าเราสิโบแต่แล้วก็ว่าแต่สิว่าจริงจริงโบเองว่าโบใครว่าจะจิใจกับตัวชีทำแล้วอีกก็ก้องว่าท่านัดก็จับกอนี้ตัวโจโบกุยก็แกสิโกจิแล้วเอาว่าเป็นโลกเตกิอันอีกก็ก้องเตกิ这เตกิอ่ะจริงจังชีทำว่าเป็นขี้เอ๋ยตั้งลำไส้ปักสิที่ปั้นเอเต้ขอคาเป็นที่ปั้นอันเต้งบินชูเต้งเป็นที่ปั้นก็แล้วสิปูก็จ่อจ่ออังแค่เป็นแค่เดียวซีบินหาไรชูเต้งหาไรอันว่าเป็นตัวให้เป็นที่มีจากู้อยากกู้ว่าไม่ใจ所以我靠开到人大人要紧，看咩对起做人大人安尼做。这个五鬼伊是也做五鬼是未保是未虾米，他那伊是讲经互人听。所以咱按该咱就要看咩要紧爱做这个物件，咱就稳较稳。咱要明白嗰一项，安尼时间较短，我无讲啊。前下句我无讲，这个逐人要对开的点声，那是到底啲水后尾到伊啲喘的时，伊有只啲大病，啲大病是病甲未，像讲未起色，真正是大苦。但你若是会起色呀，哇，你做了好赚啊！万一股边仔分一间店要起甲你老完 ，and then 如成功，人如弯道。所以这个世间是不大讲，这个要这里马干，有个人无明白。我早几日一个人甲我讲，伊讲我有一个朋友真正好嘢，红讲，伊人讲我人唔使做好，我人还没在无影无食，第一那是8只9日了。这个就是真正可惜，一看真正对咯，实在。人若是要对开点声，若是讲家伙济无做好，斗咧点声，伊家己会浮起这心，哎呀，我无十半行去。上个人将我吃陪酒呢，资格好多人讲，请咱来去香港。我讲我无对去大衫，我无摕衫，无虾米，我底下佫无钱。我讲袂使轻太，看咩去涨落去就袂准拖落入去。如若是第一空塔，去到袂准来看心，衫无通换，第一无换落去，不到要安怎去做？特别若是讲啊，无十半项，特别第一8只100块50块的一大桶，也去。无3块，我去就是香港入面去买一安啊，拢总照旧。所以人要对开，未好的时在我爱做了够咧点声，无话讲有 confidence 有咧把握，无惊够咧点声无惊。若是佫无做，像虾米咧对开点声，哎呀，我无做半项好，一点若是哎呀是虾米多少钱？若是钱人啊，是小块的钱，未摊出是做人了。人有当时，哎呦，我家伙安尼做啊，安怎做啊？把这块囝会算袂，也是有个人看，伊某较少年，惨啊啦，我来死了又对人，安尼看心本是多少就是钱，了一贪，安尼虾米说唔甘离开个家伙啊？这个本是贪，所以这个有耐劲啊。这个金是贪甲钱，贪什么？伊唔甘离开个家伙。第二项，伊夸心讲白日个某会对人，累伊谈甲半死，互人去大助力。所以这个若贪钱3项有，真正苦的所在要去。若是讲家己贪一项，伊是误鬼；若是钱，伊生地济，惊 jealous 反倒，也是讲自私。佮参这个无明白、无明慧，爱落地嘅，
กระตับบูบังห้วยทิ้งเรื่อยเดียวสิ่งอย่างโมสีรวยกันแล้วล้วนรู้จักรู้สอบรวยขวางรู้สอบรวยบัวรู้ติดกับการเราตีคุยจังแค่กาล่างได้ขี่กาล่างได้ขี่กาล่างใจกามาชุดแล้วชุดแทนกามานิมิตาชุดแทนกัดยินิมิตาชุดแทนจะเป็นว่ากองสิเจ้าจะสิว่าขวาเจ้าฉันบักขวาเจ้าจะได้จับว่าใส่แคนเซอร์จะใส่แคนเซอร์แล้วเอาอีกใจก็ใส่แคนเซอร์แต่วิเขาไม่ติดหลายปอซีหลายตำบัดแต่วิตำบัดบูเจจะแล้วจะบูเจแล้วเอาจริงสำจริงร้องเลยแล้วดีหน่อยสิคำเทียเทปาลังเจ็บเทปาลังเจ็บเขาโหแล้วอันนั้นรู้distractว่า attention นะ so วิจัยอันจะจงพอสิอับวยใจหลังจำใช่หลังพิทุษจะเล็กเจ็บลำเก่งอีกชิ้นยาวโหดเทียแต่วิเก่าจำเสียนะอีเวชาบุตรเป็นลีคุยเสกาในสีนะอีโบเสียงควันอีเปลี่ยนควันเนี่ยอีจะเปลี่ยนควันเลยสิอันจะคำนั้นคำมันเลยเจ็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รู้น่าสิโบคำว่าไปเชี่ยวไว้สาคอจะเล็กอยู่สิไม่เชี่ยเก่งเนี่ยถ้ามีสิ่งไม่เชี่ยเก่งอีเวขี่จะโบโหยสอใจโบโหยสอใจอ่ะจู่หัวควันเลยหลังยินเก่ง所以听到一言了，你讲什么？门口开门，他们说开门，伊讲浙江来、金宝来、三浙三北，拢总好兄弟来，所以这个物件对这大陆我真是讲人听有贵啊。所以这出事看的时候，在这看的人，伊人没听见，就惊。你看有时他们说，那这看人那是入邪。用这个经直接念，一看看，走，一人行经，所以世间那是一句行经，听到经啊，逐人也走，我不爱看，四字只有看的行，有当时爱落考的所在，人要听还能听，你那买听，你行走，唔通认，你认了都无对，所以头一项不得讲啊 ，Hitter of the Dharma。100%落地嘅，唔是講地嘅4個所在，看樣就樣。第二條，佛講或者人講就第二項，有一種嘅人啊，一所讀嘅朋友是愛插隻惡毒心嘅人，伊拉實流咗一個啦，即係人無戒，下面不加工，下面不加做。從地人嚟冇驚，伊本講假期去參白鳥，拍槍，去成講去熱咩去釣魚，是講去拍蠟，真得流咗。特別你看伊人真係 successful，哇！冇得加大頂，接熱啊，去巴嶺去拍山都拍咗4-5隻嚟搬，去流咗，去做隻惡，係一數格，有個人。吹真啊得，我教別人嘅囝，有時人嘅囝未曉去問啊，安啲路安怎，你大人講我聽安怎，嗱，伊所教咯，唔叫伊咯，唔叫咯啥物啊？有嘅教這人嘅少年家，你嘅父母嘅責任是應該就要教你，伊人生你出來，伊人就要教你，做啥物？你demand 土，未這個未好咧，嗱賣。家務就會攞這物件，所以家人嘅囝安怎不好？這個是叫做 vicious 毒心，要家人安怎賺一無隻嘅類，這個物件，人逐個愛去參安尼款嘅人，伊若是這個愛失敗嘅人啊，伊輸甲安尼款嘅朋友，這個人是100%失敗。你驚講去參加人哋好做好啦，去聽經啊咩？這小人㗎啦，就去聽經，然後一所去是去在無隻咯。所以正講 the vicious are dear to him, and the virtuous he find nothing special。你得到嘅人咧，看了無半行。你看人嘅佛，安尼莊嚴，本有回向，反對伊，安伊人歸敦。
เดี๋ยวมาได้โจเท่าก็เจียจิกุกาลิกาก็จิเลกัตตามมรักกาปิซาก็จิเลกันดาเดวีพุตตาก็จิสมุดาดัตตาจิเลกาวจิตนะจำนำว่าตุกุยตุนอันสองก้อนว่าพุทธบุกเอาอย่าเตะโตสารีปุตตาโบโหทำซิมมองกาลานาทำซิมพุทธเจ้าพุทธเกี่ยวจิเลโกกาลิกากล้องไหนโกกาลิกาลูกกล้องอันนี้มันทางลูกเกี่ยวอยู่มันทางอีอยู่ตุยแกง่ายซอยหลังเสาแหลงแกอุตังซีเสียหาเนี่ยอุตังซีแปลโบกะมันทางโจเจมันทางโจเลยลูกอยู่กะนี่มันทางอีอยู่ไอโจลูกเตะแกโจโกกาลิกาบุตรเกี่ยวก็มันทางกล้องก็พุทธเสจุนสารีปุตตามองกาลานาชินยาโบโหทำซิมโกกาลิกามันทางกล้องสิกุว่าอีหลังชินยาเทงคีอุยาพุทธเจจิตากล้องพุทธก็ต่างนี้เจสาตั้งก็กล้องพุทธมันเอาตองแล้วบีตองแล้วแอนชิลิคอกาลจำเสียตุ้ยขีตุ้ยกับจิปาคือทำกับเดวดาตายิบขี้โบจากูน่ะกุยจังกูขี้พกพาจุบาชุดขี้ละแดนแกนอสาจิพกพาจิละพวาชุดนาเหลากุยจังกูที่เหลานาชุดเลยแอนแกป้าแม่น่ะซีละจะซีแล้วอ่ะสหัมปฏิบรามาป้าแม่โลไหลก้องเอาหุ่นเสจุนกุกาลิกาขี้จิเลยเย็นหัวเตเกตแล้วมาใจหุ่นก้องกำลังเชียเย็นหัวเตเกตจากูอ่ะเอาหุ่นเสจุนฮ่ายาตัวเล็กกูเชีย差不多18等嘅牛車，即係一個麻子，18年一到一粒麻子野到你18等嘅牛車了。你看，這個就是講啊，入這個蓮花地嘅是一個大夾，把你真係了。見我講一個大夾就估一個馬肚7支跳嘅長，7支跳嘅寬，7支跳嘅寬。18年一到一個前路也一個步來繞到這個馬肚了，把你真講一個大夾。所以人嘛是去出事，安尼款嘅位是大到一個大夾嘅地嘅，所以咱上好話貪這個規頓，得多人講愛射得多人，有為貪咗朋友愛講爸母臭，爸母唔對，爸母唔好，有家人嘅囝爸母唔好，你家你嘛唔好，應該要就安尼拖安尼做，因為買路。把這個看你唔通可以，這個物件落，這個地嘅設置。第三項，互動反論，講我只硬講聲，這個人日尾浸愛困，日尾呢困卡嘛，愛做朋友，半大做工，做咗蝦米工，sắc上起身地，無歡喜，這款嘅人是100%失敗。本人講本大就吞爛，都無通食，了無要緊。這款本大，伊講有聖地，這有聖地了後，安尼伊本大經過有聖地，這聖地拖伊落地嘅。這本大經就是蝦米啊？貪錢痴，這個是痴，因為痴真正響，但係來出事做人是真正本大，想做抓做咩困咗是3個月、6個月嘅物件，所以看有做好特別笨蛋，有時出事，像蝦米靈昂啊蝦米，有係不能6個月、7個月，伊漸困啊！前面啲講經伊無去聽，像講有一個哪家咧大啲。咱佛大啲這個因緣位，伊食咧一個牛奶飯了後，伊叫伊做太子做菩薩也未成道，特別有一個查某就無掂嘢一盤嘅牛奶飯，加啲金用金嘅盤，然後互咧菩薩食，這菩薩食了後，這個金盤啊，伊人故事保持連金盤都無摕。這個菩薩食這個飯了後，
一帮这金盘大啲注意讲，那是今日我的生活，那是我的生活，这个盘吼都唔通对水流落，都流去。了一看有影咧金盘都流去，安尼伊知讲伊的生活，吹落去就忽一暝，马在天光生活了。但是这个盘流去的顶面有一只灵王烧起来、塌起来，因为这个大夹要出5个窟，这个一块盘是第4块，头一块是布达加古山达，第2块就是哥那加玛纳，第3块加沙巴窟，第4块就是咱的这萨迦玛尼窟。把这个要来个一个窟，也叫米亚布达。米勒窟来了，到了5地碗，这个5地碗了，这个马路这个灵王马路才会车。你看伊困到就久，水8米的米困呢，根下面无通听，所以那是人渐渐日暝渐渐困，起身地半段未真多，咱渐渐困无地位。像这个故事我把讲是条经，南地亚甲伊某，南地亚接着伊切个教会个伊第二本是春节切互伊，切个春互伊，切个无啥无够因，了教会个真正济，所以谈到了日暝的巴士，特别伊某日暝困了起了去找只白白好嘅人。society 这边去那边去爱通话，一点好无做，了一日，因为大部人讲啊，我要去别个政府去做生意，你这边我大日的保险你照顾做，因为无就去了就伊这边就去呢，去这中坡房一帮会烧个了。帮我烧无要紧，马仔只去只来一牙茶牙咪掂，了叫伊装破赶，回上来一本麦配烂赶，按姑娘回上一拍，未来挖落地嘅，按你虾米事？国家一礼拜伊要死，咱的一个念落王，安达一卡去，叫一卡去讲人听，国家一礼拜一个查某要死。咱这个查某恶毒的人伊无惊，伊讲一掠我大伫楼顶，伊厝7层楼好只人，伊大伫地顶面，房间门锁起来，然后逐个人知，安尼规个国家，拢总是一卡就来啊，出现互看，讲7日后，这个查某惹我底要落地嘅，这人一听惊。安尼有影7日后带去亚卡来，带这个查某出招致互人看，他那有讲他那看苦，他那世界，故事的世界真忽有啲世界出现这物件互看，真啊济到。咱招致带去天顶嘅这看到虾米？我一间厝真啊水，你问讲是这个厝，伊讲是南地啊，南地是我大埔人。了接着我啲讲我这个诺亚卡，这个是我大埔人的厝，帮我要入去。在我是你大埔人，他那死了唔是你大埔人，他那是你的地位唔是大伫这边，了快乐地嘅，大伫地嘅外面呢，味到臭西味了，然后呢，冇安怎咧臭？然后伊讲，这个是地嘅外呢，未开啊，伊要落啲咩啊？佢哋西绕血皮淡隔辣水，即个会使讲俄罗斯咧地极真正垃圾嘅地极，你台灣你 hell， 伊要去出事係咪？特別未入嘅時呢，伊拖哎呦我急鬼啊！或者我出來啊，我俾大量保事，我再講啊，蝦米機會無砸來，我俾來大做好，但係做好無做好，他那到啲地極。第4項 ，Whosoever being rich does not support aged father and mother， 這類活還路過還路，人少年的時，真正濟有當時，
有诶家庭你看早少年也食无了，阿嬷伫卖垃圾卖粿，安尼欠互囝读册了后，买来囝骨力趁做先生，佮教演着佮一个查某本是先生，佮是好业人诶查某囝，然真侪落去呢，叫阿嬷你垃圾毋通卖烧写，不要紧，阿嬷你来大教我人，特别顾囝我人做阿三，阿嬷你毋通出入着外面听，你来后尾咯。所以这个是 servants room， 这个有公道无有达无 ，and then 亲戚五月来朋友来，唔敢食人讲，这是我阿嬷。所以最若是有安尼款的心，看衰爸母，应该你看咱老人红食心脑真好，大阿嬷老，你看你爸母达无你做安尼样物件，互你爸母伫大伫一个去一个啥个。中破房细间的就房间 ，ventilation 空气本无，关条做工做互你拖，少年拖你工课，趁啊拖你囝的工课，你嘛无趁一个时间用，三摆无讲啊，那阿嬷摕100块去开，去听经去布施，这个就是讲啊，无 support aged father and mother， 你知无？咱的沙利夫。伊行下爸母安怎样？伊渐渐想我安怎样？我要带我妈，伊爹无了，少年伊爹死，伊妈相信无着咯，渐渐拜这个台湾天王，别行人讲伊无拜，然后伊囝拢总生7个囝，4个查甫，3个查某，拢总生4个罗汉。咱你看伊要带伊妈。伊要带伊妈咩啊？叫伊妈相信佛法经，伊妈无相信。有一日伊去伊妈的厝去变到白徛，要互伊妈伫功德，伊妈安怎做？叫伊入来了无变到白，叫伊坐，骂一句，我教会食白米烂，你甘愿安尼伫吐气，啥去食啊？伫也一个这淡薄人安尼伫吐气，你想笑啊人讲。啊，塞不达一句话无用，头铁切。讲甲伊我阿弟了，伊保持淡薄，伊囝们欢喜。特别伊囝们死啊时，家己去打，你打咩？贪心的嘛，相信佛法经，所以讲互嘛听。啊，伊讲互伊说伊讲互伊说孙仔听。你对去甲嘛讲，我出世的房间，大人较要捡互清气，我要对来。then这嘛就听讲，我现在对来无知你要偷咖啡了，真正欢喜。尼，有影对来搞你感谢，就对来时，甲500回上接来一厝，伊讲的，伊嘛看着伊叫阿嬷，然后这嘛叫囝啊，安怎你对来啊？无讲计话，就入房间了后，伊老师了。这非常做伊洗去，老家伙是换家洗清气了困觉，伊嘛要入去看囝，非常无入，讲慢食袂使，袂使啦，嘛看新囝坐伫房间外面，要看这房间点无点4个红公一桶仔飞入来，跪拜个囝，要飞出，万一过一仙来，伊就入来啊，伊金。柜上个出金柜，上甲一个月15枚安尼柜拜个囝了后飞出，过一个第3个来，伊飞入来时个柜上甲咱的日头12点会安尼柜，啊这个红光啦飞出个了，一个沙利布达讲互伊会上讲，他哪会使叫我妈入来？伊嘛就入去了，未记讲囝破病，伊就问讲囝喂囝，但我要入，伊人买互我入，那我到底门房间外边点看，后面慢物件来四仙的物件飞入来了跪拜路，伊讲阿嬷，这个是4代金刚，4代金刚跪路，到底最较大，阿嬷，到4代金刚跪我就是我较大，
哦，哇！如果较大个时代仲讲，那第二声是追来，第二声啊，伊关上啊，第315名，啊嘛，这个就是萨格利瓦拉扎是天公来，天公来我厝啊，追较大，啊嘛，甲天公归我，就是我较大，哦，啊嘛，掂欢喜，第3声是虾米来？伊关啊312点的日安尼关个，我规个感冒甲了关去甲了，咱伊个囝讲，阿妈，这个就是台湾天王，逐日你伫拜个，台湾天王逐日我伫拜，来我厝啊，最较大，阿妈，甲伊跪拜我就是我较大，那要嘛，目睭流出来。目睭流出来，掂了讲话，阿咪说未讲话，目睭流，阿莫话讲 tears of joy， 欢喜过头。今日我囝出街做伙上，台湾天王本来跪拜伊安尼伫想，伊囝会看到伊嘛伫想，安尼伊嘛想虾米？第2条，我囝是做大家呢，台湾天王来跪拜伊。伊个心肝毋是靠较大，伊安尼想呢？伊囝念即条经，伊伫比说巴嘎哇阿拉行，看啊！伊10分的清气，三不多，人将伊吹落，伊家己吹无人教，无先生，伊家己吹着即条路。阿拉行三不多，维加查拉那3班真正完全一改，一行大一讲话拢总真正 wonderful， 苏格多是 welfare， 渐渐的救人，这人啦逐个念伊啲比说巴嘎哇阿拉行三不多维加查拉那3班苏格多洛卡维多阿努塔罗普利萨达玛萨拉提萨塔德瓦马努萨能布多巴嘎瓦蒂，这个是活真正一。高调的这个品性，真正特别的品性。所以一下一念好，一马听，一马一下提升一个罗汉，就升一个罗汉呀。伊讲的听听，安怎那久都无来讲这个经互我听，今日你才来讲。安尼虾米时伊马上真还未开，马路到这个点声一开。所以看着伊嘛，谈到一个罗汉了，伊讲话一回上，我 time of 我要离开世间了，所以咁样去做变。所以救着伊嘛，这个就是讲不但讲一个人若是行后爸母，渐渐可以累，可以开，可以清，本无得贪心爸母行着路，阿咪说行着路，行得好，你今日贪心了嘛，也来保持，也要受戒，也要节省。几千年你要快乐，有当时你出世咗，若是今日也要保持受戒节省，一出世天顶，就出世天顶啊！第一头啊天顶，四大金刚嘅天顶9年，第2人36年。你若是讲今日渐渐好了，大部累，你会持就久，20年、30年伊快乐。20年、30年，这个36年，到了一行较好了想法，所以不但讲烦恼，救咱的爸母到下手，互人行着路。第二个不但讲我哋行讲啥，就最爱骗爱漏，这出家人真正唔好，失败。出家人是虾米都无了。食本人好才有食，若是人好无人好，无人无通食，别人大啲巴，你再无有一个新鲜出的是，真正吃，不到真正要，大啲巴的大佬只物件，一食物件，你看几让只违反去巴去捡只物件，即无虾米啊叫虾米无淡杯啦，无虾米，不到要，袂使捡起来食，无人好袂食。所以这个若是讲安尼，伊人伫行清气的路，咱来去用人
老这回想，有人按照老回想，有人行，你对我去，我带你去一个所在，那边真正好的所在，有人看台路，有人虾米食路食到遐，特别带这个回想，想去倒地雷，地了伊马上会报警，所以这个物件真正唔好，唔通贪这个款的雷啊！有人地缘讲要去暗。落报嘅头上，即个物件就是讲，想捞即个得道嘅人。第六项 ，a man who owns much property and gold enjoys alone his delicacies。你交嘅钱银地界好交嘅，特别朗中一项好事无做。郎中甲了像大妈我讲一个，伊要食物件，郎中就收起来，莫互人看着。无做好，无关系，无本，无 merit， 无功德，未通出世做人。安尼虾米事？即个人的地位，起甲红光的位，伊是叫苏格的不命，苏格的不命是快乐的所在，即快乐的所在有功德才通出世，无功德。落地嘅无鬼阿苏罗禽兽，所以那是叫一个人一日做事上摆无唔敢开，这个唔敢开咧，拢总家己一人伫，家己一人伫开，唔系因为有人会抢甲上摆，伊阮也无惊，伊本来开，家己做呢这物件，这就是讲，安尼款的人就爱失败。第七条。The man who takes pride in birth, wealth， 有人安尼出世关灯的人，安尼伊王子王孙，安尼伊出世来millionaire的家己，伊看衰人，看衰亲正5月，有时亲正5月，上个12月，爱买菜，囝有时有事去落军厝，还是无要紧有虾米 emergency， 我就甲你借淡薄钱，你看衰袂斗下手。80 millionaire， 特别你讲我无钱，即句话你讲无钱就是骗，安尼人无路了，伊今日来做咧亲正5月，你看所以袂起就是虾米？对正事你人有缘结，有这结这缘，才来做咧亲正5月，做咧直手金，了伊人今日亲正雷头红，咱应该斗下手。特别无，有个人安尼虾米说我关灯，你要来我位，你就要互我 appointment， 无你才会使来。这边有一条短短故事，你看有一个出世做王子王孙，就做王子王孙，去到那人就要感头伊，然后自己一个和尚行，无甲伊行咧，无甲伊礼貌，伊叫你和尚come here来这边。来这边啦，你做虾米？我伫讨食，牙咧捌舌头口破。这边出去无偌久呢，行无几步呢，地界开起，我规个人落伫地界。所以这个物件，虾米事大一过头。若是人无行礼貌，你话是无事本，虾米事？就是讲这个大一是一个空空的物件。我来一个人落地界，特别在落地界了后啊，伊知人讲啊，成讲惊了，唔敢，地界被上了后，伊生死过落汗，伊看到这个物件，伊就讲一条经啊，大一爱加讲，那对对，吉名爱啉酒、博奖、大开朋友。对这个物件，对那物件，为这个物件就是讲风化。人讲啊，安怎好食？这金山骨万分是会了。所以这个若是渐渐去开安尼样，一日，少看的人伊若是日呢，渐渐去家里对这个物件，伊。100%是失败的人，
lúc nào qua lắng cái chia sẻ nhà tama cái con và tama cái cào và tôi cho nhưว่าเป็นโลไรสิเฉลยหลังอีกกองอ่ะอันช่วยว่าต่างเองว่าปัจจุบันเดียวอ่ะว่าใจหนองสิจับว่าซุยว่าใจต้องซุยหนังจะคุยขี้แต่นี่กวนหลังไหลเราจะเchia sẻที่เchia sẻตักไว้ว่าไอ้ปอกเจ้าล่ะเขาไม่ว่าแก้จะเจ้าไปแก้อันนี้เขาไม่สัวกอง龟大死了，你这个白胶龟这个物件掉的心，我人啊无白胶未归日呢，我人无食口未归日，我人无吹无骗话未归日，三成就变呢，这个心掉的这subconscious mind，潜意识掉成想了。鬼拿死执啦，都真係慢慢。所以睇下看伊這個人啊，淡仔大啲我，呢度是我啲家，但係我係驚這個白鳥我未驚，將咗舊家咧一個會卡個點我係卡咁就要行入去咧呢。所以我講這個就是講啊，伊安尼一行啊，這個叫做基利沙，攞這個白鳥嘅基利沙，我想你是鬼拿死，真正這是你本是白鳥鬼，無得咗有這是你白鳥甲三拜你。叫暗示，所以你聽我咁講咯，安尼我就驚，我都叫佢驚，這個物件，這是貪。所以有時候我人出事細細漢人啊，我叫鬼都講細細漢咯，我拍赤我咧面，我咧搞，我叫佢，那上報告啦，後面有咧勤考鐵圖，以後鐵圖啦，我人鐵圖咧以後叫佢攞錢嚟搞，你較大漢啊，以後做 tricks 了，以後做白了。而其他都參加，這是白鳥先呢，出事咋來？鬼拿事啲咋來？所以驚講這個物件，讓一個人驚講，第九行 ，not contented with one wife, he sinned among Caucasians and other people's wives。這裡約會真係想，真係這人，無女嘅真係乖小乖。真多啲厝，就有女真正拍照，就拍照唔biết摩托車冇買仔，驚買仔做 girlfriend。有這個物件，人講啊，這個想講啊，就女啥嘅，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就女就來落去，所以有個人你知哦，少年嘅時教人嘅波了，人圖書拼做生意，拼了生意，生意正變大生意，就大生意就開一間兩間，這個叫做菜站啊，這邊買過一間，紅過一邊，然後人大直直攤位，就女就有摩托車就買了 girlfriend 來了 ，girlfriend 來了嘅時，帶 girlfriend 返來大一間店了 ，and then。เขาเล็กบ่ตัวบ่ที่เก็บสินจะสินกว่า and then อันนี้เซบ่ตัวบ่อุติแล้วเซบ่โหลห้วยแล้วเจ้ามีจาติคีติตังเจ้าจิเลตีติตาโลมเจ้าทวายสีแปะทวาที่ควายลอกไอ้สีที่อุลีเอกแล้วไอ้สีจิหลังไทยจิหลังกู้วันใจที่สีข้อ所以這個叫做無法度、無平等，這個物件若是做落去，這個人會快樂是即時過了後，辛苦的時間。然後個講第10項 ，The man who past youth brings home a young wife and sleeps not because of jealousy。我人老是老，無食真老，就無食真老了啊。60歲、70歲，我個要教應個。And then，咱中人們相信有逐句講一句話，人講啊，老翁夠熟少年某，就有影個老翁夠熟少年某，但係愈熟愈香，愈苦愈濟。而你係咪說熟過頭 ，jealous 過頭？所以這邊啊，有當時翁某 jealous，你翁唔通起哄，係咪說啊？無 jealous， 無 love， 無 jealousy， 無笑，無講錯硬，所以漸會錯硬淡薄。但係這個老翁帶着少年某，伊笑真正香，所以 jealous 真正香。伊無分日呢，漸會過伊少年某。
อันที่เรามีอย่างบุตรก็สิสิบไปตัวจับอีทาง he who plays in authority and intemperate spendthrift woman เวลังอีอันนี้ก็เข้าลุยแล้วเอาแล้วอีเชียหลังก่ออีสิ่งนี้ก่ออีแก่เฮ้ย所以所請人是講未曉啥講啥亂開人 spendthrift 也是博交貴，然後加請安尼款嘅人來歡樂教會，這個是講冒險 ，and then 這個本是會失敗。第12項，這個第尾條。這第八條會使講咱這個世間現時無，這個佢講he who of warrior birth with vast ambition, but of slender means aspires for sovereignty。故事因大점聲有的人先先的時是做啥隻頭路甲昂，我來安尼伊啥靠兵成班甲做將軍了說變啥講。commander 了高價，你兵了時，伊要搶皇帝位了，這就是想講就起了，伊有班格了呢，伊直來，這個就是講伊 ambition 呢，正話我們講咗講嘅 ambition 是個心太大，我來頭家成呢半家吞。啊是啥講他那這邊咱講有當時有人啥政治安尼，政治的時未選的時，伊是平常人，好朋友呀，你做啥物？我鬥下手，你鬥下手，就選到伊了後，伊講無像話，咱伊摕伊個機會，伊安尼伊有放假了後，伊摕這個機會堪興，伊個元首人，這個物件就是講會拖咱落失敗的所在。所以我是投資這邊位置，我今日咪講上這這失敗經咱會記講頭一項愛過啥物，愛相信愛守這個經，這個經是本來咱對，咱若是對了後，咱一時進步；若是咱無愛聽，無愛對，咱是一時咱失敗。第二項，咱要過。當然咱要交叉朋友，這惡毒的，這假這無影無食的，還是這假人的囝，安怎要不好白好的，這個物件，安尼看嚟叫做 vicious 惡毒心的人，唔通去想話，伊假咯是無好的物件，安尼咱若是對伊，咱逐個愛失敗。第三項，愛大獎勵，愛困，愛分擔。特別聖地上個貴啊呢，這個物件本愛失敗，然後有累了，無關顧爸母，無敬孝爸母，爸母無通食是伊個事，伊生了伊家己顧伊家己，然後爸母無鬥顧爸母幾項錢銀厝，還是爸母破病，還是無衫褲通穿。還是爸母欠用啥物物件，攏總伊無拍插，這個物件唔通。咱第五項，愛撈這出家人，有當時想講用這個機會出家人嘅機會嚟第物件了無好，這個物件，這個本是愛失敗。第六，伊若是講有類家己啲開。無講做着淡薄好物件，無功德，這個本是白日落去，伊無通來出世做人就講。咱第七，若是出世，伊安尼有放假大業，安尼伊關頂，安尼伊放沙，這個物件看衰伊親像個朋友，這個物件本是愛失敗，要。入名愛啉酒，愛博酒，愛亂參來參去，這個物件，咁了愛撈，這個本是愛學咱失敗，這是第九，到老了無食人老，我漸愛娶某個，安尼啥物事累積數，了
这物件本是爱失败，然后嗰一项爱风化，入嚟就爱风化，然后少年嘅时拖磨內紅波內拖磨咧攤到累，就攤到累了，累就借就啲咗呢咧就是家己去拖幾來家庭嘅亂，即個本是冇得講啊，互咱失敗 ，family 真係亂，然後但是請人愛過咱嘅即個家庭嘅。家庭也是家伙有啥物，唔通請這 expensive， 啲無亂開亂喊嘅人，做物件本咱會把啲咱會考，แล้ว第12項，就係 last， 就是講唔通，即個 ambition 就是講唔通過頭大心肝，即個新鮮嘅事，甲人分成你買來要。規個成立要吞，還是講想要付的點聲，為伊來做小小的這武將了買來要拍皇帝位了，要搶王殿，這個就是講不來講無咧把握，剛要來想做王，這個愛失敗，所以這12條咱愛講好好。這個是紅講武打講吼，這紅講聽，咱會記。actually 第一要緊這邊就是這頭一條，愛相信佛經，愛對了，咱一時，咱相信佛經，對佛經，愛聽經，安尼款的人，伊就是會曉布施，會曉受戒，會曉節省，咱。伊知攏總是對倒落來，對因甲果來，咱伊個知講，咱就要切斷即個貪嗔癡，啥物物件咱做落去，貪直直加，即個毋對路；想直直加，即個毋對路；愚痴直直加，即個毋對路。啥物物件咱做落去，貪直直無，想直直無，地位直直浮起來，即個就是講對路。安怎樣叫做地位直直浮起來是節省，有兩個款的省，就好款的省是叫三馬大省，要直直節了，心直直在，直直靜，清淨啊，清淨的省是叫做三馬大省，直直節落去有這地位，毋是地位，有這心動力，有心動力，有當時你看物件無像，平常人看袂到，你看會到。了有當時，伊人坐甲會入定，伊人會看到，伊人正視一時、兩時、三時，到幾若百時。了有誒若是坐落去，站仔伊談着人啊，伊會聽着人講話，還是伊要聽看伊囝到底因恁講啥物話，這叫做現在小魚啊，這魚啊，伊進步佇遐邊，伊會聽着。這個咧行動力，特別若是一句若是節省，愛做行動力嘅是冒險，因為啥物事睇那世間，啲家啲三馬大城嘅會先生，無一個像啊故事忽略點聲，若是無這先生好好嘅，10人坐落去是10人笑。新鮮的時是無笑，特別較老了的時，坐了較直直深的時，伊愛去笑。喺這笑攏總對倒落對貪來，咱節省是要切這貪嗔癡，特別真正濟人節省伊貪要看物件，就貪要看物件，伊出現互你看，你就看你就來咯，伊安怎咧來咯？你貪靠下去，就靠下去個出。佢較來咯，互你看，未來真正濟人節省，關佛祖媽，未來看到佛祖媽，看目睭本有佛祖媽，行去倒落本佛祖媽照着，看甲明明，咱伊貪，即個佛祖媽是有影誠實無？
但你想胡怎么变？看胡怎么开目睭了？开目睭个你目哦。then 一个直直关，这个胡怎么个叮当啊？在未来伊讲话，伊咧讲话甲胡怎么？胡怎么话我直接想着无？then 伊胡怎么袂甲伊讲话？无讲话，做手讲对。所以这个物件是这 concept 来，迄个物件真实，因为胡怎么毋是讲胡怎么来看伊，伊人相信讲胡怎么来，这个是无影，这是因为伊 concentration 了，伊这个叫做尼米达浮起来，尼米达浮起来是假物件，伊看做正物件。等伊讲，伊问话问问题，伊答复，安尼伊新闻谈讲我节省真啊进步了，所以伊前边胡怎么不讲 very good， 安尼虾米事伊新闻想讲我知我想我节省 very good， 但前边问讲 very good， 讲真正准了吼，所以这个物件笑。像我前下久啊，捌讲一条故事，我一个朋友坐了，伊看着大伯公，尾来伊甲大伯公讲话，大伯公讲话了，尾来伊直直气直直笑，演怎样？尾来毋是大伯公拖别个大伯公的朋友来，伊入一房间锁门起来，伊渐渐地讲话，尾来伊出来的时，伊无惊问阿爸，安怎逐个你节省咧渐渐，他久你节省咧渐渐讲话无嘿，有人毋知啦。大伯公带个朋友来就坐，我讲经互人听。哇！你讲经互大伯公听，你知无？所以一个人尾来入孝经了死的时阵就孝经死。